再来关心国内经济发展，当中下措是卖酒中药材，要保健食品内面真珍贵的材料，因为野生的数量真少，人工要种阁真恶成功，所以讲呢真稀罕。严格甚至有一间研究公司特别打造当中下措的逆生长的环境，用人工智慧的灯光培养这虫草，诱发因更较悬的活性。若虫草效果更较好，产量嘛加真稳定，一年的产值会使达到6000万。 捧出一盘呢大大的食物，远看亲像一尾一尾细蔗虫，这就是珍贵的中药材，甲真侪保健食品内面经常看到的虫草。因为野生产量少，人工制造嘛经常失败，所以价格一直拢真贵。 研究人员对这透明管仔内面抠出一丛搁一丛也未烘干的这虫草，这全部拢是人工种出来。有人看这生做那金菇的物件咧，这虫草切价1公斤就要100万。这珍贵虫草又可是安怎来？研究人员甲种虫草的培养基放入去透明的圆盒仔内面，要进行人工证实。培养基的成分、温度、酸碱值，这因素拢非常重要。 高温杀菌，等伊冷了后，提出透薄过菌体，边爱酒精灯确保菌体未被感染。提气管甲珍贵菌种注入培养基内面，刷来就是1礼拜片光成长。虫草它不需要，它是一种不需要光的作物，但是我们借由我们独特技术开发出了这个光源，让它在这个适应下成长。 研究员为了激发虫草活性，打造出有光的逆生长环境，利用人工智慧等辨识虫草的生长点，还佫会使计算伊的速率，选伫上好时间点采收，互平时无需要照光的虫草活伫特殊环境，利用逆境研发出更加厉害的虫草。它的生长虽然变缓慢，但是它可以提高非常高的活性成分，跟野生的虫草相比，它可以提高到100倍的虫草数这个活性成分。 不止活性的成分提高，效果提升，相对人工证实产量嘛比较较稳定，数据拢会当采收。平均的年产量大约600公斤，以市价每公斤100万来算，每当的年产值的有6000万，真惊人。这个用逆境种出来虫草，嘛，互健康养生的市场带来新的一波经济效益。